煎餅手抓餅，看看。原味嘅，原味手抓餅還是煎餅啊？佢呢度咪煎餅？煎餅，這個是煎餅。係啊。好。手抓餅係這個小一點吧。小一點這個。好，這個是醬來的，鹽的。我們要辣椒多一點。辣椒多一點。對。能吃嗎？再多一點吧。我怕等一下把你辣哭了。我們喜歡辣椒。你要中文？還行吧。還行。還行，有點困難。哪裡的？孟加拉。孟加拉。對。在印度旁邊嘛。是的。要幾耐啊？喺邊過嚟？打近嚟嗰度啊，打到特登啊！係啊，我喺度揀。沒有這個嗎？對。印度飛餅。好吃，但是我們這裡沒有這個。沒有這個嗎？不。對對，這個微信13塊。我們的多少？13。哇，咁大份嘅，手抓餅係咪細份啲嘅？